大家好，我係 5B 班嘅韋柏橋。我係譚子迪，今日就由我哋兩位去講解下醫中中體育科嘅發展。喺唔少人眼中，追求學術成績同發展體育運動，彷彿係一條魚同熊掌唔可以兼得嘅單程路。但體育唔單止係一堂強身健體嘅堂，更加係一張帶領學生走向世界、發掘無限潛能嘅入場券。近年，本校嘅運動員喺學界賽事屢獲殊榮，花式跳繩、排球、足球等項目更加孕育出多位本地青年軍代表。佢哋唔單止代表學校，更加代表香港遠赴日本、新加坡等地出賽，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我哋學校一直秉持修己善行嘅校訓，喺體育科發展上，我哋唔單止追求獎牌，更希望透過體育實踐正向教育，培養學生嘅堅毅精神同團隊合作能力。不論學生嘅運動底子係點樣，我哋都希望營造一個環境，俾每個人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運動舞台。要推動高質素嘅體育發展，與時並進嘅教學策略亦都唔可少。近年，學校以高科技同多元化作為學校嘅特色。喺常規體育課入面，體育科巧合結合咗學校嘅電子學習優勢，透過混合學習同考核模式，體育老師會先叫同學錄影考試片段，再利用平板電腦引導學生進行動作自評同埋互評，將傳統嘅體育課變得互動科學化。除此之外，體育科都有配合學校嘅正規課程，着力喺課堂中加插英文同埋閱讀嘅元素。喺教學過程中加入英文詞彙之外，每個學期更加要求我哋閱讀中英文有關體育盛事同發展嘅文章並完成功課，令到我哋嘅學習更加全面。除咗常規課堂，學校更將體育融入校園文化嘅每一日。學校積極響應教育局嘅健康校園倡導，全校參與體適能獎勵計劃，同學更加需要努力得到體適能嘅銅章。更特別嘅係，逢星期五設有運動服日以及師生大比拼，打破傳統師生界限，喺汗水同笑聲中建立深厚嘅情誼。普及體育為校園注入活力，而精英體育嘅發展就令到學校嘅名字響徹學界。喺咁多個校隊入面，花式跳繩隊、排球隊、欖球隊同埋足球隊嘅表現就最為突出。以花式跳繩隊為例，隊員喺全港跳繩精英賽中橫掃多個個人同埋團體嘅獎項，多位同學更加入選成為香港代表隊成員。而體育喺醫中中唔單止係課外活動，更係一門嚴謹嘅學術學科。學校喺高中開辦咗香港文憑試體育選修科，實行理論同術科並重。學生既要鑽研運動生理學、心理學同體育管理，亦要接受高強度嘅專業體能同技術培訓，一直係師兄師姐喺公開試嘅成績水平都高於全港。配合學校完善嘅生涯規劃教育，體育科有志投身體育產業嘅同學鋪設咗一條好清晰嘅大道。近年唔少畢業生成功升讀各大專院校嘅體育同埋康樂管理、運動科學等學位課程，甚至透過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憑住卓越嘅體育同創科成就，獲得本地頂尖大學直接取錄。我哋希望打破舊有讀唔到書先去做體育嘅迷思。現代體育咧係一門科學，亦都係一個龐大嘅產業。我哋 DSE 嘅體育課程咧係幫助同學將興趣轉化為專業，為佢哋未來投身運動醫療、教練或者體育行政管理做好準備。總括嚟講咧，由中一開始培養學生對體育嘅興趣同埋應有嘅體能，藉高中體育同埋運動隊伍促進學生正向發展，並爭取成功入讀心儀大學咧，培訓更多優質體育畢業生回饋社會，就係醫中中體育科嘅最重要目標。希望日後有更多機會再同大家分享醫中中嘅體育課程。